就是因为我们的技师他的身材算是比较高大，那他进了车子里面，那又没有把那个座位往后，那造成了说他开到车位的时候，不小心就是那个右脚没办法，右脚要踩刹车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左脚干涉到所产生。你卡到车管要改严重，卡到就对了。卡到，就是这样卡到。对。所以它是比较高啊。对，他的个子比较高，差不多173、175左右。对。所以就脚被绊住了，就是。对，就是他的那个右脚被左脚绊住。我8月1早，我开车去土塔原厂保养，一台车好好，伊甲我弄甲咧咪咪毛毛。因即摆处理的态度，毋是做有生意，即句的赔偿金额交代步车的费用，拢以低于行情要赔我，一意孤行，甚至搁较可恶的就是，伊要赔偿我的金额，既然是连工我车去遐保养，伊一届一届要甲我扣掉，我甲反问，我即台车怎啊袂掉？你即条赔偿费你要安怎处理？因的唱点，无都甲我回答。话佫讲倒转来，你车甲我弄干呢，我对你这间公司已经无信心啊！我哪有可能佫开车来互你保养咧？我是受害者，为什么我还要受制于你们公司呢？这是不是很不合理呢？所以我今仔日交协调安尼已经破裂啊！所以你当时是一般的保养吗？对，我从新车买到现在，我都到原厂做保养，这个都有记录可循。那当时赔偿你们是怎么谈的？那时候谈到一个是需要要求怎样？刚开始因为这台车撞击的蛮严重的，我是希望Toyota公司把这台车估回去，然后我再买一台新车，然后我可以补贴差价的部分。因为这台车撞击到这么严重的话，是不是有伤及车体结构？这个还是令人怀疑的。那时候开价。一开始你说要请他买回去，他不要。那我抱着息事宁人的方法，我就退而求其次嘛，我让一步，我就跟你协调赔偿事宜。可是他开出来的条件真的是让我非常不能接受。你开的条件，小保官遐你开的条件，你来讲。既然对方我们协调已经快2个礼拜了，Toyota公司把我们之前协调都推翻掉。既然他这么没诚意，那我就回归到我最原先的诉求赔偿。我希望这部车，Toyota公司照目前的行情价把我估回去，这个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代步车的费用，我以我这台 Toyota P20C 的行情，1天1500，我是第一行情，请他给我代步车的费用，因为他从头到现在，从造势到现在都没有代步车给我用，可是他们竟然是用喊价的方式。第三，我希望Toyota公司拿出诚意来。这2个礼拜我心力交瘁，我为了这件事情在奔波，我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。我希望Toyota公司能给我一些精神上的赔偿。你希望Toyota甲你估偌济股转去？这台车要偌济股转去？目前这台车行情超着你40万块的左右，之前捌甲Toyota讲过。因大概要用30万，反正他们开出来的条件，不管是赔偿还是估车的话，他们都是以低于行情的来跟你开出条件的。